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UMD YouTube 頻道。你哋有冇試過迷失唔記得咗自己嘅初心？今集我哋一齊嚟睇下，點樣透過解讀潛意識，揾返人生嘅方向。故事中嘅主角叫 P 先生，佢業餘玩股票好叻，好有心得，成日幫朋友賺到錢。身邊嘅朋友就同佢講：你不如做 YouTuber 啦，教人投資，仲可以賺錢添。於是佢就好落力咁拍片、剪片，又使錢賣廣告，諗住快啲多人睇。點知訂閱數就係升得好慢，反應完全唔似預期。佢開始有啲迷茫，點解我明明有料，又肯拍，點解會冇人睇嘅？我幫佢做咗個潛意識解讀，發現兩個好關鍵嘅信息。第一，原來佢唔記得咗自己拍片嘅初心。第二，佢忘記咗冇利益都可以真誠分享呢件原本令佢快樂嘅事。原來喺追求點擊率同收入嘅過程中，佢漸漸唔記咗一開始純粹分享知識幫到朋友嗰陣嘅滿足感。於是 P 先生停低咗，回想返當初最快樂嘅時刻，其實係見到朋友因為佢嘅建議而賺到錢。佢決定調整心態，而係重新投入熱情，真誠咁分享有價值嘅內容。故事講到呢度，或者都係提緊我哋，有時我哋好易唔記得咗當初嘅出發點，而真正嘅滿足同成功，往往係來自於最初嗰份真心。如果你都想認識自己多啲，或者想知點樣從潛意識入手，活出更自在嘅命運，記住訂閱頻道，一齊踏上呢段自我探索嘅旅程。